新京希老北京涮肉火鍋源自北京三里屯紫禁城外一爐煙火。新京希是香港首家實現產地羊肉直供的北京火鍋品牌，主打的石萌草字180天羔羊肉草原散養，只食天然牧草，承載牧場天然鮮甜，肉質細嫩亦無騷味。只因選自品牌專屬合作牧場，從草原到餐台，始終保持鮮度與風味，配上古法研磨200醬，順口掛汁，一啖嘗盡老北京涮肉精髓。同時，新京希堅持使用澳洲天然牧場谷飼牛，嚴選進口，品質如一。應季蔬菜從採摘到餐台的黃金48小時，新京希選擇空運直送，讓食客嘗到來自原產地的季節本味。新京希傳承北派火鍋文化精髓，融入多款北京經典小食，外酥裏甜的老北京糖油餅，傳統工藝製作的喜公子酸奶等。店鋪整體設計融合京式美學，空間通透闊落，座位間距寬裕，裝飾細節盡顯質感。近8000尺沉浸式經味空間，無論是商務宴請，還是親友歡聚，都能在此品味一二。晚市京劇聲起，鮮衣花旦在煙火中登場，用餐空間中縈繞着京劇唱段，適合邊涮肉邊賞戲，沉浸式感受這場視聽味的三重盛宴。京腔國粹與人間煙火共鳴，現在無需出港，尖東站、尖沙咀站直達，亦能感受京城人間煙火。美味就在腳下，新京希尖沙咀店，歡迎各位到店嘗味。